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4愛班嘅陳日希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睇起嚟普通，其實充滿魔法嘅傳統藝術——剪紙。剪紙係以一把剪刀同一張紙為主要工具，透過剪、刻、摺等方式，製作出各式各樣嘅圖案。佢歷史悠久，從古代嘅節慶裝飾到現代嘅藝術創作，剪紙一直喺我哋生活中出現。每逢新年，我哋常睇到貼喺門上嘅紅紙窗花，佢就係剪紙文化最常見嘅形式。剪紙嘅特點在於以簡馭繁，只需要最普通嘅材料，就能呈現極為細緻嘅圖案，如花鳥、人物、文字等。佢不僅展現美感，更蘊含文化象徵意義。例如喜字代表歡樂，魚象徵年年有餘，牡丹象徵富貴。呢啲圖案傳達咗人們對美好生活嘅期望。在製作剪紙嘅過程中，我哋需要耐心與專注，每一道線條都必須經過仔細思考與謹慎處理。一個小錯誤就可能影響整體圖案，因此剪紙也能培養我哋嘅細心、有條理嘅態度。佢提醒我哋，精緻嘅成果往往來自細緻嘅努力。最後，我想鼓勵同學們，如果沒有試過剪紙，不妨攞起一張紙，讓自己雙手創造出獨特嘅作品。或許在這過程中，